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银行。有好久没有聊银行，看看银行最近已经什么样了。银行业21世纪经济报道最近刊登了一篇文章，是深度报道，叫商业银行指标疯狂。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陈维妙，他说银行内卷严重。银行内卷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内卷是咱们的俗称互联网语言，但是它已经正式出现在人民银行发布的2024年第3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已经出现在政府的央行的正式报告中。你就知道这个内卷有多严重。当前银行业市场竞争激烈，呈现出贷款利率下行快，存款利率降不动的态势，存款利率与政策利率调整幅度存在较大偏离。记者通过多路采访了解到，商业银行规模情节下，当前存贷款市场不乏乱象。例如存款方面，在月末、季末、年末等冲击 KPI 的重点阶段，规模考核量仍在增加，衍生出许多存款突击队。就是一到月末、季末他开始还拉存款，要规模，说价格战是一大手段。有的银行直接调整利率，有的银行明面上利率不动，实际以返佣等形式拉拢客户。贷款方面大打价格战，甚至以低于成本价的利率争夺客户，这种饮鸩止渴的行为不利于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内卷同质化竞争下，存贷规模增大，但资金空转未真正的起到融通作用，而且存贷款利率传导效率受损，影响调控效果，制约了货币政策空间。银行内卷问题亟待解决。央行的报告银行内卷问题这么突出，反映到这个银行从业人员身上，那就是压力大就是裁员说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尽管监管层已多次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禁止通过手工补息的方式高息揽储，但对于支行一线基层员工来说，无论是存款端还是贷款端，增量依然是最重要的考核指标之一。在月末、季末、年末等冲击 KPI 的重点阶段，部分银行员工会自掏腰包买存款，甚至与存款中介、贷款中介合作来突击完成指标。你看看这种指标完成有什么意义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不过是增加了银行的支出而已。这个 KPI 这种数据对经济、对银行实际的利润有什么意义？说在揽储方面，根据当月指标缺口的不同需求，员工会联系客户，在考核期末将资金存入银行，在存满期后再次取出，来助其完成存款指标。在银行利息之外，员工还会给客户一定比例的佣金。你说这个一边是存款利率下调，一边银行的员工要通过各种手段要给这个存款的用户佣金，那还不是调了个寂寞吗？那就是对很多人没有渠道的这个没有关系的储户来说，你就是那个低利率存款；有关系有渠道的，他的存款的利率就比你高，因为他可以拿到那个银行员工的那个返佣据记者多方了解，这种模式主要集中在国有大行。一位曾参与突击存款的客户告诉记者，这种存款产品起投金额100万元，存款期限仅需1周，每100万元大概可以收取200到300的佣金。但他也是提到，由于商业银行对大额转账金额上限与交易频率均有限制，因此一个账户每年能做的次数并不多。多位银行从业者告诉记者说，这种买存款的高息揽储形式特别是通过与黄牛、中介等合作拉存款，是被内明令禁止，但个别揽储任务较重的基层员工还是会自掏腰包进行类似交易。也就是说银行已经禁止这种做法了，银行内部但是员工为了完成自己的业绩，只好自掏腰包来找黄牛、找中介拉存款，给人返佣。你说为了一份工作容易吗？所以说这个内卷加剧最终是这个银行业基层员工可以说苦不堪言说在贷款端的考核指标更复杂，竞争更加激烈。以前只有1季度的开门红和4季度的年底收官，现在几乎是全年营销。一位大行华东某支行一线员工告诉记者，在每个季度末都有类似人在盛夏、决战金秋等冲刺营销计划，而今年压力最大的指标在普惠金融上。他提到，在对公对私业务上，该行普惠金融放款规模均要求每年同比新增10%以上的涨幅。对指标疯狂的并非一家支行，另一家股份行在沪某支行的客户经理向记者坦言就是上海
说今年尚未结束，该行总行已经完成监管要求的年度普惠金融考核指标，因此在近期向支行加码。值得关注的是，为进一步加强支行对普惠金融业务的重视，相关贷款增量的完成率会直接影响到分行对支行绩效考核评级，并对相关人员薪酬产生影响。那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在总行层面这些指标都完成了，指标一完成它马上就收紧，但是在支行层面呢，指标没有完成，他要玩命去干，结果上面已经收紧了，下面还要去干，因为下面指标完不成，那具体到你们这个支行奖金评级都受影响。以价换量是吧？如何完成规模任务？以价换量是一个手段。前述银行员工提到的高息难储买存款，在报告中被总结为存款利率降不动，实际利率明降实升。贷款端的价格战表现则是利率快速下行。为了完成各贷业务的普惠指标，我们行采用降低贷款利率实现营销。我手里的经营贷利率最低可以到 2.6%。前述股份行在沪某支行客户经理表示，经营贷利率最低 2.6%， 那这个对银行来说很难赚到钱呢。记者在采访中进一步了解到，消费贷和经营贷是银行零售信贷价格战主场。面对居民部门收入提前还房贷等冲击，不少银行今年轮番推出消费贷限时优惠活动，叠加利率下行大环境，2023年消费贷利率从3字头迈进2字头，截至今年10月已有1字头产品面世。那消费贷还低于2，3年期存款呢，很多银行2点几，那这不就变成倒挂了吗？你从银行贷这种2%以下贷款利率的这个钱，你存到另外一个银行3年期2点几，你不净赚差价吗？可见啊，已经乱套了。因为每个地区房贷利率是统一执行，所以各家会在消费贷和经营贷上拼价格。大行资金成本相对低，贷款利率也低，有的能给到2%点多，我们就给不了。说华北地区某股份行支行客户经理称，和存款返佣一样，一些银行贷款利率明面上降不了，也通过返点等形式降低了实际贷款利率。前述华北地区某股份行支行客户经理表示说在9月下旬新一轮房地产利好政策出台前，由于提前还款规模高于新增规模，其所属分行下约70%支行房贷规模年内都是负增长。看看，这是咱们在这个节目里老说的啊，按揭贷款是银行的优质资产，结果9月份呢，这些银行房贷规模是负增长。你说不仅说明买新房的人少，贷款的人少，还有更多的人把按揭贷款给还掉了，它才会负增长。通过这条消息啊，也可以知道为什么9月份突然出台那么多政策，也就是各个方面的指标啊都出现了急速的恶化。该支行因此将重心放在汽车分期业务，和 4S 店合作，给客户返点，以价换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 4S 店买车必须分期，甚至有的时候比你自己掏全款还便宜点，或者是你要不选择分期， 4S 店就不打算卖给你。说就是赌客户会不会提前还款，因为利息是根据资金使用期限收取的，并非一次性计收，提前还款银行就不赚钱。他说公司贷款利率同样在厮杀，和以普惠和科技贷款为例，我们的利率还在 3.5% 甚至 4% 以上，有的大行已经降到2字头。央行给银行的支农知小再贷款、科创再贷款工具的利率是银行给机构一半的利率放贷，相当于息差就0点几个点。可能这些银行也不拿小微或创贷款赚钱，哪怕只是保本甚至赔一点，能把指标完成就这么干。华北地区某上市城商行总行人士对记者表示，央行给的成本是 1.75%， 那这些商业银行就 2% 往出贷呗，微赚微利啊。说尽管利益，不过该行并不缺席对优质客户的争夺。该人士透露有个别地方给银行下发了小微企业名单，每家银行都去营销。今年我们这块客诉率提高了。什么叫客诉率呢？就是企业投诉投诉内容是什么呢？是吧？为什么你们每家银行都在给我打电话？这个不光是企业咱们个人是不是也经常接到这种银行的贷款电话？报告指出，贷款利率下行快，在有效信贷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银行过度竞争贷款，部分贷款利率，特别是大企业贷款利率明显低于同期国债收益率，极少数银行为抢占市场份额，还出现以显著低于保本点的利率水平发放房贷的情况，不利于可持续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这是央行的报告结论啊。也就是说，银行它万出贷款的利率比同期国债收益率还要低，那就理论上啊，你从银行贷款完了，你再去买国债，你就赚差价。说息差收窄之困，贷款利率下行快，存款利率降不动，还导致存贷款利率与政策利率调整幅度存在较大偏离。报告分析啊，并引举数据称，尽管政策利率能有效传导，但不同市场的传导效率存在差异。这个差异啊，就表现在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这个存贷款利率与政策利率调整幅度有较大偏离。1年期 LPR 累计下降 0.9个百分点，而银行贷款平均利率降幅为 1.9个百分点，定期存款平均利率降幅仅 0.5个百分点。那这个导致的恶果啊，苦果就是银行息差压力进一步增大。从42家 A 股上市银行净息差数据来看，万德数据显示，其净息差平均水平已从2022年2季度月末的 2.01% 下降到今年3季度末的 1.62%。目前没有上市银行净息差超过 3%。截至2024年9月末，上市银行中净息差最高的是常熟银行，净息差 2.75%， 厦门银行净息差最低，为二者相差 1.67个百分点。几乎所有的银行在业绩说明会时均提到息差下行的压力，如交通银行提到前3季度交行集团息差 1.28%， 同比下降2个基点。它息差下降主要原因呢，生息资产收益率，尤其是客户贷款收益率下行压力较大，背后主要原因是 LPR 下调以及存量房贷利率下调等房地产相关政策，使客户贷款收益率同比下降34个基点。二是市场利率中枢整体下行，影响证券投资收益率同比下降6个基点。这就是咱们节目说的啊，这个存量按揭贷款利率下调，银行受不了啊。从交通银行这儿看啊，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导致它息差呀下降2个基点，可见啊，这个银行也是自己在割肉啊。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很多商业银行把那个按揭贷款利率啊又调到3以上了，死活不降，因为再降它不赚钱。但对于部分息差急剧收窄的银行来说，其本身的资产结构和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会在剧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反噬。你看啊，这个最厉害的就是那些城商行和村镇银行。数据表现最为极端的案例是山西榆次农村商业银行，下称次农商行。据2024年度跟踪评级报告显示，2023年末榆次农商行净息差水平已经为负，达到负的 0.4%， 全年实现净利息亏损 0.73亿元。你说他居然还是息差还是负的，也就是他的存款越多，他赔的越多，贷款越多啊，赔的也越多。2023年末，该行不良贷款余额已经达到40亿元，这就是这些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他们的实际水平啊。目前国内实体经济处于恢复阶段，有效需求不足，加上银行金融机构同业竞争激烈，部分机构在金融产品服务定价不够合理情况，叫不合理内卷，可能对少数银行风险管理与经营有负面影响。一位银行宏观分析师说啊，这个文章最后啊，他说啊，破局之策，就是说银行怎么样这个内卷的局啊，怎么样走出无效竞争。业界认为主要对策包括健全完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机制，银行在业绩指标中调整考核权重，中小银行进一步探索差异化发展等。一位受访对象进一步对记者分析称，定价分割是长期以来利率传导中的阻碍， FTP 定价要兼顾各项业务平稳性和市场定价状态。直白点说啊，定价会参考市场利率变化，但也不完全受市场定价影响，而且不能总是调来调去，不利于经营。另外要兼顾监管 MPA 考核要求，比如对一些政策性贷款的定价。整体而言， FTP 定价要提高市场化程度，预计整个过程会很漫长，也受限于不同银行管理水平。该人士表示啊，银行要抛弃规模情节，金融数据要去虚胖，更是内卷破局的关键。一位国有大行董事长在今年中期业绩会上表示，该行在目标设定、考核评比中把结构优化、质效提升、守住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经营策略上加快抛弃规模情节，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清理手工补息、资金空转等不合理市场行为，使全行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更健康、更可持续，服务实体
体经济质效更高。实际上啊，在我看来啊，解决这个银行内卷啊，不是什么传导机制，不是什么利率啊市场化改革，而是在于这银行它要练内功啊，打铁还需自身，银行要提高自己的这个运营效率，要降低自己的成本，对吧？那些冗员要去掉，跑冒滴路啊要堵上。咱们的银行息差好歹还有2.几%，那美西方银行息差都到不了这么多，他怎么赚钱？当然了，美西方的银行很多是混业经营啊，但人家息差可比你低得多啊。所以说啊，银行业自身的本领，对吧？自身的管理水平是不是亟待提高？第二个，银行业自己的这个风控，银行业大量的这个贷款呢，不知道去哪儿了，去了房地产回不来，对吧？钱出去了，回来的是地，回来的是房子，而这地和房子都在贬值，处理不了。而处理不了，这个很多人就懂了啊，学过财务的，对银行来说啊，它那一块有巨大的损失，但是你还不能在报表中表现出来，那怎么办呢？那只能在别的地方想办法找补，来掩盖、美化、修饰它的报表，显得它的每年啊净利润还在增长。但是啊，纸总包不住火，你迟早是要暴露的。所以你看啊，这个都是银行内部风控出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商业银行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去支援房地产。即便是住建部啊，对吧？还有什么央行搞什么白名单制度，你那是逼商业银行这个下海呀。但是商业银行它已经在这个房地产上吃了大亏，栽了大跟头，知道这个钱出去了可能回不来，以前的钱还回不来呢。你说现在让他继续给房地产输血，他干吗？所以他们小心又小心啊，谨慎又谨慎。但是第三个也跟银行盲目追求这个规模扩大跟这个有关系。这个银行这些报表出问题，美化修饰报表，最后盖得住头啊，盖不住脚，按下葫芦它还起了瓢。你比如说啊，这个西安银行，它在今年第3季度啊，它的报表披露啊，居然第3季度出现了负薪酬，就是第3季度给西安银行员工发工资是负的，就说明这个报表出现大问题。这西安银行财报显示啊，截至9月末，西安银行支付给员工支付的现金，就为员工支付的现金啊，一共是5.56亿元。但是呢，第2季度末，西安银行支付给职工以及职工支付的现金啊，是5.87亿元。也就是说啊，前6个月西安银行为职工支付的这个报酬或者叫成本吧，是5.87亿，这已经付完了。结果到了9月份统计前9个月的时候啊，这个数字理论上应该更大呀，结果这个数字变成5.56亿，那就言下之意啊，7、8、9 3个月，这西安银行不仅没有为员工支付报酬，反而还从员工那收到钱，要不然怎么会是负的呢？7、8、9 3个月居然还能倒找3000多万回来，是有银行在那个追这个什么薪酬吗？就是说前面发多了，你得往回退。这个咱们节目经常介绍啊，各个银行都这样啊，叫倒追这个提成还绩效奖金什么的。但是那也不就是西安银行3个月倒追回来这么多啊？2023年前3季度，西安银行就是为职工啊支付的薪酬还有支付的现金，一共是8.68亿。你要跟对吧去年同期相比啊，那今年前3季度比去年少了3.13亿。皮裤套棉裤必有缘故，对吧？这个地方出现这么大的叫错误或者叫疑点，说明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这银行已经被逼得没办法，为了掩盖它那个不良贷款，为了掩盖它的这个金啊，就不停的粉饰报表，不停的美化。凤凰网财经报道说，广州农商行给 A 股上市公司叫宏达兴业，也就是002002的大股东相关方贷款11亿多元，以上市公司股票作为质押，贷款违约后，股票被过户给了广州农商行。这个看上去还行吧，上市公司的股票质押给他，然后广州农商行给这个大股东贷款11亿，结果呢，上市公司随后退市了，大家知道吧？那股份不能在2级市场交易了，你只能到3板也没人要，也就是相当于清零啊。股票市值仅剩零头，11亿资金就这样众目睽睽之下消失。你看看啊，银行似乎也没错，他拿股票质押的嘛，一切合情合理合规。但是啊，广州农商行的钱11亿就这么不见了，你要处置他的股票，这恐怕零头就剩几百万，这个坏账怎么补？所以说啊，这些商业银行这内部啊，恐怕是触目惊心啊。以前啊，因为这个行情还可以，所以大家可以带病呢奔跑，看上去还行。现在在这个市场环境越来越恶劣，内卷加剧，你带病恐怕就跑不了了，很快就被淘汰，就会显现出来。内卷加剧啊，导
导致很多银行开始想办法叫缩减，比如说撤销网点。以往各个银行比规模，比的都是线下网点多少，现在不是了，现在线下网点全是赔钱，你有很多业务都转到线上 APP， 很多线下网点都是在赔钱加上这个因为很多地方这个人的流动有的网点恐怕业务就越来越少，而且还不赚钱。这个新浪银行报道说年内首现国有大行因网点违规关门被罚。这个以往银行自己把网点关掉被金管局罚呀，这个挺多的，但都是小银行扛不住了关掉一个。但是这一次被处罚的对象是一家国有大行，就是工商银行工行。目前国家金管局官网披露，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行因为贷款三查不尽职，未经批准自行终止营业，被罚款80万，相关责任人也被处罚。你看看，就是说连工行都扛不住了，开始关这个营业部、营业厅呢，关营业网点。一个营业网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吧？什么人都有，撤一个营业网点能省多少钱？不光是工行就是记者查询说尽管年内商业银行网点不断出现停业潮，今年已有约2681家商业银行的线下网点关闭，线下网点已经关掉了2681家，这个是就是说手续齐全的关闭这金管局批准的关闭。即便这样，还有多家银行因为工行营口分行类似的行为被处罚，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银行是私自关闭，等不及了。关闭一个网点一年能省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你罚款就罚几十万，人家所以干脆等不及了，等你批个1年批下来，人家先斩后奏，先关，等着你罚款。就这样人家合适银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银行冒着罚款的风险关闭这个线下网点。从这也可以看出来银行的这个困境这就是我在几个月前一直说的，这银行2024年理论上它的营业规模，就是营业收入和利润要双下降，因为2023年他们基本上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到底，很多银行已经开始下降，2024年应该都是双下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很有可能还要再粉饰报表，但是粉饰报表总有这个叫丑媳妇总要见公婆2024年你能粉饰，2025年你还能粉饰吗？那只会爆一个更大的雷。当然了，咱们还得说清楚中小银行、城商行、村镇银行恐怕这个风险更大。刚才说的那个山西那个什么榆次银行，息差都是负的，你说它能过得下去吗？所以说这个金融行业就是银行业内卷加剧，员工恐怕日子更难过。今年不裁，明年裁。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